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喂，阿咪，哎呦，一来就跟我开玩笑哦！已經冇看到呀，哎，看我送禮拜吧。送禮拜啊，同大家小解下，大家係面龍，從細到大嘅好朋友阿亮。誒，大家好啊！第一擺上節目，係啊，我見咗冇啦？我佢見咗啊，唔是見咗啊！哇，就今日就去了啊，主要請來吼，最主要吼係喺因為我來到台南，啊，台南有冇實客家人，係搶上當嘅。有哈？係啊，所以講今日麻煩後等我依來行下嚟啦。好啊，阿望去嗌最後去嘅地方咩？最後去啊，有四妹望啦。已經有嘅呀，即係介紹到去一定都冇嘅咯。阿明，我先等來保養一下你嘅吉他。哦，佢叫我保養嘅，我嚟保養一下。好咩？轉下嘅東西哦，我哋做喺舊門轉下嘅人。你好，你好，哥你好，要換弦？對，我們今天要來換弦跟保養。是是是，啊，要換什麼弦？換伊麗舍好了。伊麗舍很喜歡用伊麗舍，OK，那伊麗舍要紅銅還是黃銅？紅銅跟黃銅可以幫我介紹一下他們的。紅銅的話聲音會比較溫暖啊，黃銅聲音會比較亮，這樣子。剛才問紅銅嘅，上一個溫暖。咁嘛，強用咩？就像係一個溫暖嘅形容你。再麻煩你好，再我們先上去坐一下。好，沒問題。好，跟女紅嘅揾伊麗舍。冇啊，第一你就第二個一堆嘅。人哋先送你啊，冇講安多。換弦的時間，哎，都用來看一下吉他。啊，沒有，熊啊！可以講嚟種地方點啊？用嚟咯。你係看到面嘅種上我呀？唔做唔得按你啊！我中意一個就好，冇按到。從什麼用嚟？係，從什麼用嘅啊？我中意一個就好。哎呀，哇！啊，唔可以第一個點咯？哎，學長啊，應該送太好的時間咩？伊就問我講，喂，我去買吉他冇咯？我講好啊，來一片咯，伊就等我來一片啦。啊，你最後有買嗎？有啊，冇錢呢，買啊冇錢，係啊，買啊冇錢呢。你算講唔啱你種東西，銀行花一筆錢。10萬，上10萬，貴重有哦。難怪都冇錢10萬的啊！係幾時睇我想買吉他就硬坤，就看到一支，就內心有種感覺，伊就有點想來咁樣嘅。我不知道怎麼講，你有這種感覺過嗎？有啊，誒，等下間介紹一下。哦，來吉啊，來吉啊！呢支咩？無頭琴啊，有看到冇？哦，看到是。佢定一下啲。佢定一下哦，那個係啊，吊吹嘅聲佢講誒。係啊，貴重嘢啊，貴重實力。啊，主要係羽毛頭拿用嚟調音咯。呀，後背一片，後面有個轉嘅都得調音啊。轉呀。哎呀，7萬9。7萬9。哎呀，做得啦。愛做愛多條路。愛看得起㗎哦。哎呀，愛看得起啊，做得。等下就帶佢，好啊。而且懷疑一件事情，迄咩調價冇人等下來啊？冇啊。啊，唔見來咧，因從來燒雞冇人買過去。音色真的。音色很棒哦。認真。認真的哦。認真的。剛才來試啊。好。你看啊，哇，強冇？會講哦，哇。那個造型，哇。中空的半空心。半空心。以外還在壓空誒。啊，有個像一個鬍子有沒有？鬍子啊。哦，有個銅條迄不鏽鋼的哦。不鏽鋼講用嚟，嗰唔會污糟嘅咩？沒啊。嗰唔會生鏽。係啊，而且比較耐磨啊。係啊。
所以你讲的调音就要给提防哦。对啊，调音，用转的啊，顺时针来转，按呢转音就会变高啊。各有鬼强。哦，中间还鬼强真啊！的鬼强，有时间安尼伫舞台上有冇？照上照下，对啊，做些舞台动作有没有？安尼那拢你会用 M 哦？安怎样？买贵啊！啊对。还先弹一下声音，哦。好弹样来讲。好。哦，弹过来说。哦。哦。这是会买贵的啊，一大概就会 rock 啊。我会上音就要给青岛的。青岛的啊。青岛的啊。拢爱在弹，同他来讲。啊，你吼，迄个像他教我弹的朋友。电吉他高手。我来吃一下。哎呦，哎个多点，哎呦。摇滚八音八音摇滚，吹卡地响八音摇滚，摇滚八音八音摇滚，吹卡地响八音摇滚 ，solo。啊，刚刚还。还有一点，酝酿一下。1 2 3 4。帅！眼睛讲起呢个字也差唔多。哦，还是看咱眼睛吉他好诶无？哦，还是交给专业的。嘿，可以了。哇，谢谢你，辛苦你了。不会。好，我觉得哇，按枪又按桨。你的伙伴升级了，哇，那我 OK 了， OK，有2只都好了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看人家下一张回来，还等于宽缝镜啊，看风景啊，哇，带吉他去，冲过去，好啊，来。哇，阿妹按到爽呢。阿明，到位吗？到位哦。那边迄个人推硬面，我来看西洋的体风啊。其實哦，語言對我嚟講係一個幾重要嘅人啊。你用嚟講唔掂冇？用會講啊？因為吼，我開始學音樂、彈吉他，真係因為你有想起來冇？係這個時間啊，幾時嘅時間咯？哦，幾時嘅時間，我學吉他係因為係看到班上有個同學。用迷你版的吉他來，啊又唔會彈，迷你就爆了，啊幾道聲咪就會前一條。嘛幾啦，真係。就我兩個就想講，啊我想係嘛，佢有興趣呢，做得挺好冇？就因為按簡單的原因，係從語言、從阿亮就開始學吉他，加見面來都按講嘅地方，要帶入吉他，從國外來本亞片人彈，跟他彈下嚟，有沒有機會變成我們的歌迷啊？你 OK 啊，好啊。來嘅路愛無認真散茫愛，按到眼感感的台，聽暗歌幾百四拍，也出現愛散發嘅姿態。哎呦，唔會查啲。哎呀，都好樣咧，哇，那跟西洋啊，很美，然後就靈感美啊。係啊，可能係上衝嘛嘅，然後哦，變類當然嚟講唔會炒，望見我拆唔到壓嘅。唔怕，冇人糖，係充滿可以糖，做對冇？做得。充滿可以糖，好啊充滿吃氧糖。好啊。哇，你看，要下山了，剩一點點。我下國外面用這個感覺寫歌，好啊。應該是一個E調的歌。
阿亮，从退人迄个按照好吃东西的地方，按照我现在等下落下来身边哦。伊里啊，一片大骨头啊，差不多半年的。做研究。呀，就大概一片东西过后是。哦，所以然后该说是鸦片的料理啊。那你帮我点，我盲看，我盲选。之类哈。好啊，点一下。哎，真正使用嘴干的就好了。哦。哦，喂，都唔嘅 special 呀。哦。哎，你全部都唔做的哦。哎呀，真的也该啊。可以了，几好吃嘛？你玩晓得哈？可以晓得啦。好啊，先生人讲啊。刚才先生可能还跟麻将呢。怎么样？好吃嘛？唔会查的。前面爱煮的，当然好吃啦。嘿，因为唔做的所以唔会查，嘿，本身就唔会查。你本身就唔会查，本身就冇问题啊！哎呀，调加搞的啦。没有叫搞搞的。哦。然后红油抄手。哎呀，会过来冇？按做得啦，吃一摆就低耶。哦，洗白来唔过鬼香，嘿鬼香的来。哎呀，哦，再来一个。一个哦吼，那个系重点啊，调加枪爱之类啊，调加枪之类。哎呀，所以讲我今日石头要给嘿因为托你的福。哎呀，托我的福啊！你讲我你提路卡靠阿爸没，春晖靠阿亮，不错嘅。有几把吼？有啊有啊。今日下嘅啊。哦。以后有几把就会流传下去。还把春晖都请阿亮。对。然后看起来很辣呢。要过辣咯。那个真是跟我说的。嗯。后劲。对，后劲，后劲。它不是热食。它嘎松要给南中以后，还有这些是都给牛给米西。米西。贵有贵。现在就要它，咱全部种种了的。哎，都唔掉哎。你试一下桶嘞。那个鱼丸，现在鸡鸭片最好吃的东西啊，口感啊，贵 Q 贵嫩咩？嘿，唔系米西哦，贵多，我说了。今天最惊艳还是这个口水鸡，很下饭啊。最好吃的呀。大家好了就听听你声。好啊。未来嘅路爱袂认真散茫爱，按多眼甘甘的台。大家安做？曹斌你吃饱呀以后就都冇水嘅，大家拢水起嚟，一下天热热嚟哦。台南一個地方啊，對我也係對阿亮嚟講，攏係一個具有感情嘅地方。因為我哋18歲嘅時節就離開家鄉，來到一個讀書生活。我同阿亮啊年紀是相同啊，所以喺成長嘅過程中，我哋都會遇到各樣嘅困難。我常常喺生活學習到一個事情，就係夢想做唔定，搶夢也係搶想嘅。我哋一定要去做，要去學習，那麼一步一步慢慢地前進啦。我感覺喺一個準備出社會嘅年紀，有安尼個好朋友向我打拼，真是係一個好嘅緣分。而家嘅朋友吼，唔會差哦。天橋過後打濕嘅衫，盼望放嘅錯憂傷。